一个屋檐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云在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安尼恁拍算要安怎？敢要甲囡仔洗落来？我嘛唔知影。我想要治这个囡仔，我嘛无想要失去林家。因为林家甲我讲过，伊甲我做伙，总算有幸福的感觉。所以我袂放杀伊，我必须爱做一个决定。卡婷啊！幼儿哪无甲你落来？伊讲伊袂晓啊。哦，这个查某囡仔有影吼，感觉爱我这个阿嬷去请伊啊。对，阿兰啊，便当敢有传好啊？好啊，伫遮。卡婷啊，你甲这个便当摕去工厂，互恁家食啊？伊下班饱都要家己去食啦。哎哟，迄大个代志哦，妹妹甲你毋捌啦。伊是恁阿姐，你们总嘛爱关心一下啊。听阿嬷的话，顺便替阿嬷甲伊讲。工厂毋是咧困的所在，叫伊若有啥物代志，倒来厝来讲。来，莫好啊，去啦，紧去。头家，水饺20粒。哎好，谁来哦？真谢谢。哦，弟弟，无代志。连猪拢袂晓摕啊！去坐好啊！对，讲就别人无看到伊。弟弟，无代志，无要紧啦吼，无代志吼。即摆是安怎？搁唔紧食？你即摆是安怎？你手有问题哦？啊，食到规斗顶啊！安尼是要哪食啦？啊！点啦，你是咧靠啥？你真正是哦！哎，我真是靠啥？你安怎教囡仔啊？你啥啦？干什么地带？我咧教囡仔咧。拍囡仔就是唔对，你这笨手！啥笨手？你即摆讲啥笨手？啊！你即摆讲啥笨手啊？警察来啊！警察来啊！警察！弟弟，弟弟。哎，我来啦。多谢。好啊。哎，你是调工的吼？你讲，你搁了什么代志？是安怎甲人相拍？我哪有了代志啊？哎，
迄人拍囡仔呢？我甲你讲，我上袂当接受的就是拍囡仔，毋食人。哦，平常时看你想空想胖，想袂到你心肝嘛是足善良。什么意思啊？就顶摆我甲陈永华互你讲掠去，你明明就会当做你走，也毋过你还是转来叫阮。即摆阁为着一个无熟识的囡仔，甲人相拍。拢过去的代志，讲这种啥？是啊，拢过去啊。安尼你是安怎要因为你细汉受苦，互陈永华伫你甲囡仔之间做一个选择？伊拢甲你讲啊？嗯，那安尼，伊敢有甲你讲，伊决定安怎做？无。也毋过伊有甲我讲，伊袂放杀你。我若卡主硬爱伊伫你甲囡仔之间做选择，伊应该会甲囡仔摕掉。喂，创啥？文琪，咱明仔载去公证啦。这么紧？甲你做伙了，我就变做行动第一。做代志拢真赶紧，收了下就马上去做。好啊，安尼要约明仔几点？咱约10点，直接约伫户政事务所的门口。切，佮讲家己行动第一，是安怎不爱一开门就冲入去？安尼才叫赶紧啊！我嘛想要安尼啊，也毋过我会先去参加公听会，差不多1点钟了后结束，就赶去甲你结婚，才带你去食好料。嗯，好。啊，这是要大声叫的，丢脸这一切就无真实的，敢若伊做面梦的。哦，足痛！啊，是真实的，我真是要结婚啊，丢脸，你真是要结婚啊呢？文琪，是的，是我互你等遮尔久。真是有淡薄仔久，用过不要紧，等下真有价值。对明仔载开始，你就是张太太，唔管我去倒位，你都爱跟到倒位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甲你连条条，就算你想要走嘛走袂去。好啦，安尼就明日透早10点准时见哦。啊，遮尔紧就要挂电话哦，我会唔甘呢。丢先生，明仔载就要见面啊，为什么话明仔载才讲就好啊？以后我要好好困保养皮肤，明仔载我要做上水的新娘。好，我的新娘较早休困。再见。我要结婚了！我要结婚了！我要结婚了！我总算要结婚了！我总算要结婚了！公听会伫遮举办无毋对。这顶头的车号是 ABI， 然后敢是我？哎哟，根本看袂清楚，是要安怎查啦？高彩迷，冠华哪会甲伊做伙？我伫遮参加公听会，等你有好消息无？多大？你放心，代志我一定会处理好。
奇怪，今日工厂停工，火鼎维修，冠华走来创啥？喂，林哥，我即马伫咧富山区，你来一个。你伫富山区创啥？你来就对啊，我等你。喂，也毋过伊有甲我讲，伊袂放杀你。我约卡苏嘅阿姨缀你甲囡仔之间做选择，伊应该会甲囡仔摕掉。经理，林哥，你昨昏加班困咧遮？对啊，今日工厂毋是停工，经理你哪会来？无啦，我就无放心，所以来看卖呀。等下就要走啊。哦，无代志就紧回去啦。在遮创啥？英华啊，袂苦到员工啊。哦，经理我先来走哦。啊。你在创啥？大哥，你想要破坏公线？唔是啊，大哥，我话你，请小心！大哥，你莫管！大哥，叶冠华，叶冠华，莫闹啊！冠华，第二人，你闪啊！叶冠华，莫闹啊！冠华，第二人，你闪啊！第二人，第二人，第二人，够喘气，够喘气！救护车，叫救护车，救护车，叫救护车！这代志袂当互别人知影。无我就去了了。丢咧，是你家己走来送死的，莫怪我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一起在屋檐下。丢啊！你若无先甲我参详，就决定家囡仔摕掉。即摆是安怎？一通电话叫我来签离就会领是无？关做讲我嘛是囡仔的爸爸。你伫讲啥物啊？
叫我小姐。哦，我随来。对啊嘞，去倒位啊？先对我行啊。即摆看到的是囡仔的相片，差不多是23毫米左右，真正常。医生，这是什么声啊？这是囡仔心跳的声，跳甲真有力，真健康。这就是咱的囡仔。林哥，你伫想啥物？拄则听到囡仔心跳的声，才发现伊是遮尔拍拼，想要大汉，对这世界充满期待。我煞想要夺走伊的性命。有啊，是嘞，我已经受软者，互你一个人承受遐尼一痛苦。安尼，你敢愿意甲我做伙请养这个囡仔？卡廷甲我讲，你袂放杀我，我当然嘛无可能放杀你。咱要做伙拍拼饲养咱的囡仔大汉，我会变甲搁较坚强。只要你伫我的身躯边，我相信，不管拄着什么困难，咱拢会当克服。当然啦，咱是一家人。将来为着这个囡仔，咱会拍拼，变做更较好的爸爸甲妈妈。等者，喂，我是江林杰。好，我随过去。是安怎？工厂的警卫打电话来讲，火顶遐有奇怪的味，我要去看者。哦，你较细腻咧。你放心，我会。奇怪，拢10点半，丢莲仔未来。真正有够趣味呢！你先去遐检查空气系统，你对我来。好，是。哦，愈来愈高呢。阿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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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甲输送开关关掉，然后叫救护车，紧来！阿兄，阿兄。就算真是有啥物代志耽误，伊嘛应该打电话甲我讲啊。喂，阿炳，我是陈文琪。
你敢知影张总监去参加公听会所在伫倒位？你敢有地址？张总监，阮总监拄则出代志啊！伊拄则发现昏倒伫火鼎边啊！伫倒一间病院？阿姐，有人！有人，这边状况啥款？医生讲是脑出血，即马做紧急手术。免安尼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雪莉，嘉诚啊，嘉诚啊，有人即摆安怎啊？哈？医生伫内底甲伊开刀啦，应该阁需要一段时间。哪会安尼？嘉诚，伊是去工厂创啥啦？妈，你先莫烦恼，你家己身体要顾哦。哎呦，我一个身体内底拢唔知什么情绪，我本来无烦恼啦。你发现我迄时阵伊状况啥款？我一到工厂就发现伊倒伫火鼎边昏迷不醒，而且头壳阁灼伤，在流血，所以阮马上叫救护车甲伊送来病院。头壳有伤，是伊家己弄着的，还是去人拍啊？我嘛毋知影。工厂内底有监视器，我已经叫警卫伫咧查。天公伯啊，拜托你保庇阮孙平安无代志，保庇阮孙平安无代志。照你讲，工厂即摆应该爆炸，哪会到即摆还未通知啦？哎呦，真正是哦！喂，阿姐，工厂出代志啊？你哪知影？无啦，我想讲，即摆天光，大家拢休困，阿姐即摆较好啊，应该是工厂出代志啊。是有人出代志啊，毋知什么原因，伊受到重伤，昏倒伫工厂。哈？哪会安尼啊？工厂呢？天然气供线断去啊，验过排毒啊。我拄则听恁家讲，你是上尾一个离开工厂办公室的人，你先马上来病院一撮，等你警察到啊，应该有一寡代志要问你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要安怎啦？工厂无爆炸，张玉莲无死，伊之前一定会甲我指证，讲我破坏公线，然后伤着伊，安尼我就去了啊！即摆免怎？紧接电话啊！到底咧创啥？紧接电话啦！叫。郭大，拜托你，你一定要斗相共，无我阮死的啊！郭大，甲我应该做的无做好，搁差一点仔错人命，即马搁有面来找我哦。郭大，我都已经算好，我哪知影张玉莲就走来破坏我的好代志，无郭大，你给我一寡钱，我要离开台湾，撇风头啊！你甲我惹遮尔多麻烦，搁再来甲我讨钱？慢咧，郭大，我之前嘛替你做真侪代志啊，而且我奉掠对你嘛无好处啊，有可能会连累着你呢。是你家己讲你无爱做涨价的狗，你反背涨价，甲我无关系。郭大，你即摆是安怎？杀甲离哦！是你叫我去偷摕内地的报价单呢？是你叫我甲张玉莲下啊？你才摕到内地的合约呢？这届嘛是我配合你，要互你买刑罚，我才想到破坏公线这计划。所有办法拢是你家己想的，嘛是你自愿去做的，甲我一点仔关系拢无，而且嘛无证据。你这嘛是安怎？甲我利用完就甲我趁一笔是？内地合约趁几十亿呢？我敢若摕几万尔。几万？叶先生，你甲我讲500万呢？我若知影你最后会失败，我当初1仙钱都袂互你。动手！
起来！够当，秋阳，郭学长，秋阳，我提早啊，你甲我听好，莫阁互我看到你，嘛莫甲人黑白讲对我才来。若是互我听到啊，我就互你这支嘴，永远无法度讲话。走！停！停！走！你即摆是安怎？搞你学完就搞趁一笔钱，内底效用趁几十亿呢？我敢若摕几万尔。几万？叶世事，你甲我讲500万呢？我若知影你怎会失败，我当初1仙钱拢袂互你。高彩美，假使我去了了，你嘛袂有好日子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一个午夜下晴天，还好吗？在流浪给留下。安怎？爸，阿兄状况啥款啊？目前无清楚，搁咧动手术。已经入去5点外钟啊！我惊大家巴肚枵，就买一寡胖互大家吃。多谢。阿嬷，食淡薄好无？即马烦恼都袂赴啊，免哪食会落啦。爸，互你食。多谢，我袂晓。医生，阮后生即马情形怎款？头壳血角已经摕出来，也毋过因为病人的头壳受伤，所以即马也无法度进行。等下阮会甲伊送去交互病房，继续观察治疗。伊即马昏迷，当时才会心情啊。这要看病人恢复状况，目前还袂当确定，嘛有可能一直无法度进行。医生啊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救阮孙啊！阮会好好观察病人的状况，这几天上重要。不管开偌济钱，我拢愿意，请你一定爱回精神。阮一定会尽力。哪一个好好的人变安尼？幽莲啊，你千万爱平安，你千万爱平安，幽莲。阿嬷，妈，阿嬷，有弟，你先送阿嬷回去休困。我不爱，我要踮咧遮陪幽莲。妈，幽莲即摆已经安尼啊，咱都袂当个人出代志啊啦。也毋过幽莲家己一人在遮，做嘛爱有人在遮顾啊？我来照顾幽莲。免啦，这是阮长家的代志，阮家己处理，免麻烦外人。阿姐，我求你，拄则医生讲，你嘛有听到，这几天真重要。我拜托你，你着互我伫幽莲的身躯边陪伊，好无？好啦，好文琪踮在遮啦，总嘛爱有一人顾幽莲啦。啊无有我即摆有心，嘛无方便。你甲恁家，搁爱去顾生无闲，幽莲甲卡婷爱上课，互文琪住在遮好啦。
喂，好，我随过。无就安尼啦。妈，警察要问代志，我先去工厂了解状况。好啦，阿伯，我甲你做伙去。嗯。阿妈，啊，我先送你转去休困。文琪，车就交互你啊。若有代志爱打电话哦。我知影，阿妈你放心。摕你啦，等下会当食。转来啊，转来啊！妈，安怎啊？警察调查安怎？有结果无？阮有甲工厂大门的监视器调出来看，有人是甲冠华一前一后入去工厂的。冠华伊去工厂创啥？我迄个时阵，搁有伫办公室拄着伊，伊讲工厂停机维修，伊袂放心，所以伊来看觅。毋过后来我就去病院找友啊了。安尼，你敢有拄着阿兄？无，监视器是搁有翕到啥物啊？工厂内底监视器伫维修，所以断电无翕到。也毋过大门迄边有翕到冠华伊离开，是讲拢无翕到友人。你的意思是讲，有人受伤是冠华拍的哦？警方嘛先咧怀疑啦，也毋过无直接的证据。我到即嘛完全拢联络袂到冠华，警方去楼要找人嘛找无，起码毋知伊人走去倒位。而且警察阁讲，工厂的天然气管线行为有人破坏，所以才会流出来。这个是啦，这种代志伊也敢做，真正是饲鸟死家宝的。我一直拢甲冠华当作是一家人，佮重用伊合作经理，想袂到伊竟然会对友人下这款毒手。阿姐阿妈，我拄则伫警察局做完笔录转来，阿兄甲冠华因哪会发生这种代志啊？文玲，你若知影冠华伫咧倒位，你一定爱讲，袂当替伊安扛，你知影无？我毋知影冠华伫咧倒位，其实阮已经离婚啊。你讲什么？你是当时离婚的？前几工，文玲，这么大的代志，你才拢无转来讲，为啥要离婚啊？因为我发现冠华伫外口也是甲迄个查某有袂来，我实在挡袂牢啊，就甲伊讲要离婚。伊爱我莫甲恁讲，因为伊想要继续伫兴华上班。既然伊想要踮伫兴华，安尼做这款代志是头壳有问题是？所以我才想讲，是毋是有啥物误会啊？冠华伊虽然偷食，也毋过伊做工课，我看拢足认真的，前一阵仔搁花花喜喜摕加班奖金转来，应该袂做出这款代志啊。什么加班奖金啊？公司无回加班奖金啊？敢无？也毋过伊摕袂少钱转来呢。卡数毋是公司予伊的，敢讲是别人？伊敢会互人买收啊？阿姐是咧，卡数我较早甲恁讲，凡说这件代志都袂发生啊。好啊，即马公司嘛无录音，代志已经发生啊。有人迄边敢有啥物消息？
但问题拄则有敲互我，讲状况共款，无好嘛无歹。哦，阿伯，安尼阿兄放伫车顶的手机仔甲皮包，啊，交我啦，好，我提起伊的房间。大家较早休困的，明仔载我才去病院看幼莲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。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头家，阿嬷讲哦，伊阁想要休困，无爱食早顿，啊，伊阁讲，莫去吵伊。好，你辛苦啊。袂啦，我先来去买菜哦。阿妈最近心情无好，你有闲就较早陪伊开讲，莫互伊黑白想，哦。我知影。林家，即个代志，家在有你伫，真正真多谢你。无啦，这应该是昨仔工厂迄边，你著替我顾咧。甲你嘛找机会，甲廖组长、蔡厂长即寡经验丰富的前辈好好学，赶紧了解业务，啊！我知影阿伯。你应该叫爸。我知影阿爸，我一定会好好拍拼，袂互你失望。有关啊，最近厝内代志较济，人家较无闲，无啥物时间会当陪你，歹势吼。不要紧，厝内阁有尤里甲卡婷会当陪我，而且最近我嘛有工课爱无闲。爸，咱拢是一家人，无需要计较这。既然拄着问题，咱就做伙面对。所以你想要甲房间的门改做用药的是无？好，我会改看卖。变数的部分就照咱顶摆讲的安尼对无？太
假如我下晡会插手箱送建本，互你参考。好，有问题才甲我讲，多谢，拜拜。阿姊，阿兄即马啥款？是嘞，早知影就听你的，无应该互冠华继续踮伫咧公司。我听讲警察当伫咧找叶冠华，我惊伊封闭甲条件会做出啥物代志。你甲伊选家己，毋管啥物代志拢会较细腻的。我会注意。我有炸一寡食的，你敢要先食一寡？毋免，我袂晓。陈小姐，医生，张先生的血压、心跳、血氧，这几项拢慢慢恢复正常啊，卖当家己喘气。阮等下就会甲转去普通病房。安尼伊当时会精神？可能阁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当精神。阮会阁继续观察。多谢。多谢医生。阿兄毋免带家好病房啊，一定会愈来愈好的。莫烦恼啊，哈。巴肚足痛啊，足痛啊！刘啊，脚痛。刘啊，你想怎？我巴肚足痛，巴肚足痛。是去哪安怎？这要安怎？打电话叫救护车，电话叫救护车，救护车。等下，等下，你哪一个？足痛的。卡婷，有话完做无？啊？你这下巴是咧创啥？电话哪拢唔接？哪会这么无做爸爸的责任感？卡婷，要安怎？卡苏囡仔无啊，我真是唔知影，要安怎？感觉伊敢若早就计划好要破坏工厂，才不爱互我甲大家讲阮离婚的代志。咱出过翁仔某，拜托你甲阿姐讲，请伊放我煞好无？我已经叫金秘书去请看护啊。第一请来进前，我袂离开的。医生有讲，咱会当加甲伊讲话，讲无定着伊听着，就会精神。大兄即马搁倒伫咧病院内底，阿姐袂放你煞。你即马马上离开，你若毋离开，我就报警哦。拢是你这个查某，拢是你害我的。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冒险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一切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们肩上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。
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